后来继续来看台北的北投分局破一件跨国走私的庆毒案。伫个内湖一间仓库查到庆机甲150公斤的毒品，取代是超过3亿。讲这嫌犯是透过管道，甲美国的顶厂来买毒品甲庆机，然后派人到美国去测试包装，再搁进口台湾。这个案件嘛看出着案外案。警方4个月前有去搜索，结果是漏空抓。原来是有律师通风报信，这个律师嘛已经予检察官求处动刑。有没有配合？过来，我要破门喽！真侪警察准备弄门闭起，内底看起来亲像是一般夹街，不过各位内面行。内底蹲真侪无开放的货，这拢是为国外走私来的情含毒品，当量竟然阁超过150公斤。我先算一下钱来。算钱？没有，不要说我们给你拿钱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多少？不知道啊，你看一下，可能7、8万、6、7万之类的，放很久了。警察超嫌犯的车超到真侪现金，说王主嫌甲共犯和美国顶厂联络，透过管道买毒品含枪，再搁由其他共犯去美国测验含包装，了要用无效公司员工的名义报关进口台湾，有150公斤的大麻摇头丸购称期待超过3亿。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内湖区某处仓库查获大麻花等2级毒品，经持续溯源。查知第2批毒品将由美国运至台湾。今年6月，检警就已经准备要抓人啊，想到嫌犯的辩护律师做了背下，后悔禁品刷去驳回，其中主嫌叫求判无期徒刑，若涉漏弊病的律师叫检警求判动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